今屆係南投人是新義鄉界樹木村，樹木村經過了河北風采，9年大地圖老頭子風采掠到，前村界事情共了10年都還冇結果。到去年屆冇拉開風采，這種問題就過日拜屆受到大家重視。本地居民係老推太是嚴厲，爭取土地，高昌並唔順勢，保民眾上係決定劃定做鐵田開發嘅鄉親，容舊部將未實地南投市。阿樣看起來本單都惡確定呢，不過呢下實就變數。依度嘅鄉親都講，佢哋每上係大容舊部咧，想係繼續嘅大第三檔，雖然唔安全，不過提倡唔是煩惱生活嘅問題。新義鄉包括神木、同富、亞洲總頭、總區28戶，800太歲嘅時節，屋嘅總會總係的鄉親，而呢永久屋嘅天天梯提亞只嘅，也係名將鄉嘅推動土地。另外還有8個戶，而呢係包做天天起發的鄉親，永久屋嘅一天梯提南投市，也其實兩隻位數里呢，更加係的神木村路有50公里按樣的距離哦。亞只嘅係7月初1的時節開闢，7月初2路通工嘅，公頭講呢，其實一般最少要4年的工期，不過也就係按算9年未來完工，故所以講，伊呢也只有關係嘅。本單希望照總統指示，離宅唔離村，離村唔離鄉嘅原則，因為各方實在冇辦法達成共識，最裡面請唔簡單簽到南投市嘅推動土地，不過看起來有好解決嘅前出問題，實還有變數。神木村大家因傳講係吹氣嘅路歸唔得神木村內，因為更加강中嘅林體愛樹多轉起，屋嘅也愛拆下。故所幾多鄉親講無愛永久屋嘅。唔係屋嘅好大處做得嚟嘛，唔要有條路去做呢，將人家做農啊，要有地要本人做呢。所以啊，我關鍵吹人去等4年啦，係咩啊呢？相當於地鐵係咩？人種地位強過蔬菜咧，人都買還有食法。把你帶政府嘅本人補助人食飯嘛。來講哦，如果這樣哦，我們不要出去，你就會下來一下事情下人啊，你所以我本冇工作，慢慢地做嘛。有位總比一共都也看事情，如看下會了。不過相關普惠路澄清講，農民更加강中嘅契約林體，如無愛樹多轉起。不過主體紅嘅屋嘅會長毛，啥公法冇共用。基本上，如果照目前就是這樣嘛，有契約林地的，他們還可以耕作的，跟我們有約的，當然還是照樣。那除非他們自己放棄了，或者天災讓他們沒辦法做了。ที่เจ้ายัง做得去種啊，做得去休息。屋嘅喏，屋今嘛冇人去拆啦，冇人去拆嘢屋啦。可能啦哈，可能有一間政府會講啊，你既然做唔得大，讓減天安定啦。哎，但是你的3檔照樣做得用啊，沒做唔得用啊。既然選擇在永久屋的話，哈，那勢必這個地區是要被徵收，因為是不安全嘛，所以我們不希望你再回來住。租地收回的意思就是連房子也會拆掉嗎？當然了，當然了。政府干涉唔干涉，政策推行當然路唔順勢。唔過顧到效益同公平，又應該照顧到用嚟嘅長途咯。對居民來講，也唔單止係辦屋咁簡單，係身份唔會變哪個好，做乜嘅我離開，係嚟時時推嘅艱難咯。神木村民乜嘅時節能做得正經安居樂業，政府兩難，居民也係兩難。客家新聞蔡依聰、吳依勇南投報道。